你小子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读书是为了明理，为了心中的大義。无論結果如何，都要對得起自己，無愧於祖先。這本是我們共同的理想。有志者，事竟成也。当援軍到達疏勒城時，城中僅剩26人，一句穿絕，形容枯槁。笑話！正直。陛下，真的要這麼做嗎？他望着茫茫江水，久久不能平靜。岑畈，一定能拿下。我們要的就是快，像閃電一樣快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。